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讲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尾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咱今日要讲的是好多奢侈税。奢侈税你大概会晓讲的？讨债税啊。讨债税好多讨债呢。无啦，有咩讲？不是讨债啦，奢侈的意思就是讲咱拢做浪费做讨债安尼啦，嘿啦。这个奢侈税哦，即马从7月就要开始实施啊。7月。讲听讲哦，即马厝的生意哦，真好。车的生意嘛真好。哎呀，尤其迄车哦，听讲你若上300万以上，就开始扣10%。扣10%的税。啊，若厝吼，一年内底你买，但一年内底卖掉，爱扣15%。哎呦，啊，第2年再卖，爱扣10%。哦，怪即马呢，车的生意好个。变死买啊，你看。你看啥啦？莫怪我最近有一个朋友甲我讲，恁迄长青哥哥吼，最近去看车呢。哥哥，你是要买较大台还是较细台啊？较细台啦。是啊。即摆吼爱要愈买愈细台啦，不但省油，而且佫唔免扣奢侈税。税扣袂掉啊！系啊。讲有啥物办法吼？嘛莫讲买细台啊，是啥？讲有啥物办法会当真正莫扣掉啊？哎呀，但迄唔较简单。啊，你著车买一摆买几台，你著咱三来买，今日先来买车链，连角再来买引擎，搁再来买音响，搁再来买冷气，搁来买车壳，迄个handle路尾再来买安尼哈，啊，你就扣袂掉啊嘛，对无？你这不是啊，你这不是买车，你这是买迄废物金。好啦好啦，不管买啥物话先买啦，先来看咱金山的地桥车。是啊，拜我唔敢啦，我老三件钱我会甲你报告啦，这段感觉够下落。妹夫啊，对即摆开始吼，你身躯顶吼袂够，互你地一身高哩，我会24小时甲你顶中。哎呦，姐啊，我是恁小弟咧，敢有需要管甲遐严哟？就是因为你是阮小弟啊，毋则就爱甲你管遮严。对即摆开始，一时一刻，我拢会特别注意，袂搁互你安尼变鬼变怪，搁做一寡违背我。欺骗我的代志。我靠！但我即摆日子歹过啊。代志好啦，代志好。是我你姐，我甲你讲，今仔爸啊，敲电话吼，要叫因丈母甲500万送转来，结果电话一直卡，拢无人接，想讲无来因兜看卖，嘛无看人啦。你即摆意思是讲啥？是讲啥？即摆意思是讲吼，阮阿姑你怀疑，迄钱是毋是500万，款款的做伊走啦。赖婚一个啊！找无到人哦，金宝，若有消息赶紧联络我呢哦。好，再见。哎呦呀！你莫咧搞大开啦，是来联络了安怎？拢无啦。无好，姐啊！你一句无遐简单轻松，代志就解决的，我120万的了，你要负责啦。你嘛才120万尔，我330万骗你较济呢。喂，你讲的啥物话？迄是你家己去，你的兄弟甲你出袂去，你家己目睭爬无紧，你又目睭叫喇嘛过去，你坐公安你白来将，你大家苦骨你大家小刀，你老去相关，你真了唔着人。哎呀，阿群哥哥，你莫阁骂啊啦，人阮阿姑嘛是被害者呢。哦哟，你点啦，张哦，你拢叫你阿姑利用去啦，现在不管这个丢面啦，我甲你讲，这千错万错，拢恁阿姑的错，这条小也负责。负责就负责啦。120万也毋是偌济，我哩惊啥？赢你啦。钱来，小欠的。安怎？
头家你好。好。啊，恁个房间无？啊，食偌济？占咯，2万啊。遐贵，抢人哦。少年，这边15000啦。15000？啊，你唔通安尼我来头前问看嘛好啊？头前遐去公园遐上看啦，迄个目甲顶我死啦。无恁两即摆是安那哈？钱唔愿趁哈，搁找人给出轨哦。啊，这无法度啊！啊，你一暗若无开2万，我330万，要趁到当时？对，我嘛是安尼想，我120万呢，我若无开15000，我要平会转来。啊，人家即摆安尼行去，哈，敢平会转来？啊，你两嘛真奇怪呢！啊，金福啊，甲淑慧啊，毋是拢去找钱嘛？啊，凡说讲哦，钱嘛，就临时有紧急的代志爱去处理，钱袂记通送转来。啊，替后伊若代志处理煞，钱就送转来啊嘛。嘿啦，莫着急啦，咱直接等消息，空着急嘛是无路用啊，对无？哎呦呀，天公伯啊！算起我叫你老爸啦，因为阮大家拢都好多天公仔囝，你啊保庇甲阮遮的钱哦，拢完全拢摕咧转来好啦，无要不然哦，后悔事都很难看啦。哦，你哦，我安怎？我哦，你安怎？哎呦！过来，是啥啦？你巴肚痛哦？甲钱啊冤家冤到巴肚枵，我免食饭。啊，我说明你，我说明哎呦，我120万，哎呦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哎，阿姑，啊你拢安尼无食饭，巴肚会枵袂？枵当然会枵，毋过食袂落你咧。金福啊，奇怪啊咧，还袂联络，愈来愈烦恼。你莫烦恼，来，遮坐，你莫烦恼啦。迄淑慧啊吼，还阁参叫阮爸啊做伙吼，我相信钱应该袂甲钱款的做一走，你莫烦恼啊啦。嘿，安尼一直无这个钱的消息，一定有什么原因？叫阮爸啊。对，你有找到钱无？唉，也是无着啦。啊。是啊，阮妈遐个朋友吼，阮拢问过啊，就是无人看到伊，阮真正毋知影伊走去倒呢。咦，小慧啊，敢会讲吼，恁妈咪吼，嘛无可能讲挑个要来骗咱啊，也是讲恁自早就你甲恁妈咪设这个局要来骗我。你莫误会哦，我是真心吼，你爱金福啊，绝对毋是来骗你的钱的啦。是讲吼，小慧啊，既然恁妈咪讲毋是要挑工来骗阮的钱，是安那人拢无晓你。我真正毋知影。无是啊，我相信小慧所讲的话啦，你莫阁为难伊啊啦。金福啊，我想要入来休困。好啦，无你先来休困，吼。唉，我只想讲吼，小白头，伊的年岁甲你差遐尔济，伊想到咱来要来嫁你，敢毋是为着你的钱？小慧啊，是我第一间公司熟识的啦。哦。啊，你看伊人哦，真实在啦。啊，对爸母我真友好。我相信你做人哦，应该袂骗我才对啦。啊，不过嘛有人讲哦，情人眼内出西施啦。啊，这个西施哦，甲尾啊，甲这个国家咧，母甲翘翘倒。是毋是你即摆这个场面就是安尼啊？哎呦，阿姑，我咧想讲吼，一直找无钱，是毋是讲咱来报警，啊，叫人来替咱找，安尼会较紧。无咯，等，千万唔好报警。你哦，给我一摆时间，我即摆来问小慧，吼，看母爱去别个所在遐未？吼，我来甲问一下。哦。真正吼，
做人真正好心无好报啦。咱来为着要来甲斗相共，结果你啊看，啊！哎呦，好啊啦，阿姑，莫失志啊，来啦，等下吼，听。哎呦，哎啦，什么代志啦？代志啊？小慧无伫房间诶，啊人嘛毋知走倒。啊？这。 连小慧嘛无看人。钱哦。哎呀。君哦。哎呦，恁两个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知影哦，钱损失去吼，恁两个是足艰苦的啦。啊，毋过吼，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就要勇敢去面对，啊，无像恁两个在遮硬啊，在遮气歹性命的。对啦，你这讲了有道理啦。迄金福伯啊，已经去报案啦。我相信讲吼，警方若找到这个钱，啊，搁有小慧，代志真紧就真相大白，所以莫搁伤心啊啦吼。阿姑，哎呦，莫伤心啊啦。弄死你啦！弄死你啦！弄死你！我是把死怎么冤枉？我什么是要甲上对啊？哎，你哪儿担起你结婚？哎呀，把咱对着期待当兄弟。互你两个气死呢！啊，大家咧厝边斗做遮侪年啊啦，啊，当着代志敢免甲互相吞忍呢？一定都要拼甲你死活活哟！免。地较大咧，地较大咧。哎你哦，啊！新闻报道你无定看哦，迄店啊咧报道讲哦，迄兄弟姊妹若为着钱嘛是安尼冤家人情，啊是夜倒短小台。我甲困哦，就是即摆就是即个情形啦，哎呀！我才有衰啊！我生菜花，我配水偌个豆丝鸡来，我就应该做善事，就去用别人。我讲我是我照唔甘嘛，我是我照硬的，最后莫我看到人，我看到我昨天放你说啊！对啊，你走倒啦？金毛，你倒去找着伊啊？我就警察局报案啦，啊，伫警察局拄着小慧啦。哦，小慧啊，原来你拍无就是去警察局报案哦。系啊，我去遐找我妈啦。啊，找你妈妈有找着？哎，你妈妈迄无重要，我的钱要摕你无哈？我妈有是找着，毋过。毋过安怎啦？你嘛紧讲，我心脏病要硬起来啊啦！心脏就这病。哎呦，走唔着病起来，你紧来啦！你摆是做咩行啦？阮丈毋是找着啊，也毋过伊啦，啊，我伫咧警察局啦。啊，我小慧倒来吼，就是讲要甲恁借一下保证金啦。保证金。保证金？无啦，哎，金宝，你即摆是咧讲倒一出嘞？我哪会听拢无？啊，就阮丈无走去跟教人跋筊嘛，啊，叫警察抓着啦。啊，伊有前科咧，吼，即摆啊，我伫咧警察局的，哎，去甲后报啦。啊，那安尼交保金是爱偌济啊？系啊，20万。啊？哇20万。哦。亲嘛，你嘛好心好行的，到底是安怎？你嘛安尼说清楚、讲明白，莫互阮大家安尼哦，他较伤感，甲要破伊。讲。是啦，妈，你着老实讲啦，莫阁武骂落去啊。啊，着前一阵啊，我着做生意失败嘛，啊，着欠迄厂商欠100多万啊。原本哦，想要利用讲小费啊，寄互金福啊，会当吼摕一寡聘金还债务啦。啊，尾后着看到金福啊，足疼爱阮迄小费啊，啊，我煞不忍心伤害金福啊，所以我毋才无安尼做。啊，既然都不忍心伤害金福啊，啊是安怎你骗金唔摕倒转来，煞来搁互阮大家咧死个找无你啦？啊，我着看阮朋友啊，伊去缴金吼，赢足侪钱的啦。啊，我着想讲吼，我着一时小贪嘛，我着走去遐跋筊啊，啊，毋则害恁拢找袂着我。啥呀？你甲聘金500万摕去跋筊？吼，你拢毋知影
咧，迄阵我手气有够好的啦。我想讲哦，我手气长旺的时阵，我就想讲哦，要甲迄过5关斩六将，我就想哦。 一刀甲第20万落去，20变40，40变80，80变100，100变30，30变60啊！啊，这，啊，搁刷咧，我都想5关拢过，斩六将水，我就一刀咧甲全部拢跌落，我就看迄把刀安尼甲跌落去，再压落去，一直看伊刀安尼洗，我就一直洗，我真是100啦！100！我想讲，这下冒死啊！我想讲，我准备去碰钱的时阵，哔，哦，迄警察就甲我讲不要动，甲我钱全部拢无收去啊，佮我抓去警察局啦！啊！你哪会遮尔啊糊涂啦？你敢知影？我遐个聘金拢借来的呢。啊！你敢摕跋筊？啊！即摆死去啊！你叫我要怎用啥害人啦？要叫我安怎向人交代啦？是的啦，啊，拢怪我一时小贪啦，我互鬼牵去，拢是我唔对。是的啦。哎呦呀，我安尼，我会傻啦，是咧。我会霸你啦，霸你，你在讲啥？我哪会拢听无哈？哦，千，我甲你讲，骗金是毋是500万？啊，这50万吼是金福伯也摕出来。啊，阮阿舅吼出330万呢。我想讲这阿公哥哥嘛足帮忙的啊，摕120万。啊，即摆钱拢去警察没收去，当然嘛会伤心。警察甲我没收的，只50万尔。啊，剩的钱搁伫个啊。起码你意思是讲，你敢若摕50万去跋筊，剩的450万，啊，搁伫咧，无叫警察收去。恭喜啦！多谢你无做完了。哎呦，是啊，喂，啊你两个嘛转啊真紧的吼，啊一下我笑，一下我哭。我跟你讲，你若安尼哦，会去钓来伤哦。你是咧捌啥？这下咯失去一只鸟鼠啊，啊去得到一只枪啦。这下咯喜极而泣。啊，对，这吼比咧钓迄个乐透还搁较爽。我心肝敢若袂输咧说3文碗尔，你两边烧，两边烧，哦，哇，我敢若咧洗蛋咧，哇，赞嘿！啊，即马代志拢已经清楚啊，你若要做啥物决定吼，我一切拢听你的安排。啊，你若是要替阮吼，我嘛无爱言啦。不用替阮的啦，小慧啊，除非哦，你无爱金福啊。我爱啊，啊，毋过我是惊甲伊添麻烦啊。金福啊，啊唔对的人是我对无？你唔通怪阮秀慧啊啦。啊吼，要怪你就怪我就好，吼。是的啦，是的啦。好，莫搁讲。是啊，啊，这我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啊，原来要问我啦。要结婚的人是你咧。啊，最主要吼，你看你还有爱小慧啊无？咱若有爱啊，你就该结婚啊。那这你问我要啥啊？金福，我跟你讲吼，即摆都恁要册啦，啊要离啦，要举倒烧台，拢恁兜代志上条钱啊，紧还完啦吼。这你放心，钱我一定会还你。啊是讲哦，对你较实个就是，互恁两个食头入大碗咧烧啊。我真正很好，你都唔知。实在吼，够无彩的啦。这个警察吼，若我伫捌抓，吼，我即摆就变好野人安尼。该叫，歹势啦，以后无要搬。又来了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哎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咱天天又开心了。今日要讲的俗语就是
摕汤啊来洗汤啊。这个小鬼真正唔捌听，真趣味啦。摕汤啊来洗汤哎啊。呀，迄汤啊是水汤的汤，滴水的嘛。啊汤呢？塔门的汤。哦。啊你塔门破去，迄蠓啊会飞入来啊，会湿糊。但是你。啊，叫修理他们来修理唔得着，用沙汤啊用。结果你唔是你用水汤啊甲洗落，啊用唔着方法嘛，水嘛是一直走入来啊。是做代志唔着方法是对啦，嘿，像有的人啊，欠用钱啊，就去找地下钱庄啊，借迄落高利贷啊，哎呦，迄真正是害死人。真正，阮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啦，因为伊欠用钱啊，伊迄间厝吼，专去甲一个大师借。借300万，结果人个利息嘛算轻轻啊，2分半尔，还好啦。嘿啊，毋过伊纳个月讲纳袂落啊，哎呦，啊纳袂落啊，第二价利息个第二价，来母啊第二价加利息，加要加，阮朋友无法度纳。哇，迄间厝全来去用封起来。哇！迄个大叔甲告啊，告伊法院全甲封起来，强制。所以厝变人诶，变人诶，啊，件厝是偌济？1600万。哇！1600万就300万，结果厝无去。哇，生意了解了。我爸爸听人讲吼，就是讲是大人，以早是大人欠人钱，啊无在调行，带查某囡仔，我恁查囝。来督小安尼，哎呦，哎，还好我是生长在这个时代，不然就糟糕了。你别去用，无啦，唔办啦。我想哪有遐幸福的？那不听啦，不啦，以后真正爱注意啦。哇，咻一个，30分钟就够到啊咯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呢。今日咱天天开心哦，要奉劝咱大家处理代志一定爱啊，用着方法。活一道，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毋惊受伤害。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袂听凡事一半，世间乌白拢掺一半，烦心一半。